迄间学校有2位老师涉嫌长期以来性侵、性骚扰学生，这民间团体一直咧关心这件代志。学校调查了后，确定这2个老师确实有犯案，甲因解除聘请。不过，人本基金会今仔日含立为举行记者会，批评学校长期以来拢伫咧暗护这2个老师的罪行，所有捌遭受伤害的人拢爱站出来。教育部表示会成立专案小组，针对学校的体制也个文化进行改善。 到现在还有持续有很多人被害，所以才出来做这件事情。然后也希望他能够受到法律的制裁。被害人勇敢站出来指控老师的性侵加性骚扰恶行，希望因会当受到法律制裁。这名被害人读某一间戏剧学校，后来2位老师涉嫌长期性侵、性骚扰学生。经过人本等团体继续关注，学校调查了后，确定2个人犯刑。希望能够召唤更多的受害者，不要在自己躲在暗黑的角落当中委屈自己，到伤害而还在服药的。 那我想，这个创伤是一直不断的会存在。林本甲立会举行记者会，除了批评学校长期包庇，也强调性平调查了后，确认胜利的教师5案中，成立4件强制性交，1件强制猥亵；姓王的教师2案中，成立1件严重性骚扰，1件性骚扰。希望这个圈子的人能够不要再欺负自己的任何一个学生，让他们有个好好学习的空间。各位者强调。 有更加侪同学受害，出席的教育部代表除了局长表达失礼，强调会成立专案小组进行改善。后续会跟学校继续来做一个清查，也希望能够有更多受害者能够愿意挺身而出。主管机关应该要暂停或废止他们的艺文团体身份，并且停止相关的艺文补助。 因为本案凸显这间学校甲领袖整体的结构文化问题，立委也提醒，虽然2名教师方改聘，不过是有担任补助案的审查委员，未来也可能继续伫文化界活动，呼吁文化部等单位应该有所作为，防范2个人将有可能接触到未成年人的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